那社会国家年日军政变引起油供应有记录，欧盟即马是表示，欧洲核燃料供应无随即马是也无风险。也毋过因为年日万份法国的情绪一直在拖，当地局势嘛无稳定，所以伫当地法国、西班牙甲意大利的民众拢已经赶紧咧撤离。 欧盟伫出一讲，那是全世界第7大油的生产国家尼日减少对欧盟油的供应，欧洲核电生产袂有立即的风险。I can confirm that there is no supply risk as such when it comes to the EU. EU utilities have sufficient inventories of natural uranium to mitigate any short-term supply risks, and for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, there are enough deposits on the world market to cover the EU needs. 油这种元素对核能发电正重要。欧洲核能机构原子联营组织讲，2022年尼日供应2975吨的天然油，占欧盟供应量的25.4%，只敢若排一个哈萨克加加拿大后壁。欧盟去年库存35710吨，年平均消耗量是12500吨。未来3年内将会采取多元化，包括自加拿大、澳洲加纳米比亚，目前无伫咧生产的据点加新的矿层进口。尼日的政变领袖查尼30日宣布全面禁止油加黄金出口到法国，表示尼日是民国的法国，15%的油的需求量拢是来自尼日。 占欧盟总量的1/5。法国的欧安诺公司过去40年来拢当尼日油的开采。伫政变了，欧安诺发声明讲，业务继续对局势监控，维护员工的安全是首要目标。另外，尼日政变了发生反法国示威，法国宣布撤侨，意大利、西班牙也准备接走本国甲其他欧洲国家的公民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。